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来关心到美国已经展开到新的一页，咱们看到讲美国在1月20号，Joe Biden 已经宣誓就职第46任这个总统。那么看到讲伊的这个副手 Kamala Harris， 伊的这个副总统吼。 Biden 伊就讲吼，爱呼吁全国来团结，来结束讲民主党、共和党两党支持者对立吼，咱这局面吼，卖共同面对啥？面对着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吼，社会也有真侪这个冲突这个社会不公甲族群的这个歧视等等这挑战，拢啊一个甲解决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过去 Trump 时代，甲真侪国家吼，亲像欧洲国家有时阵吼歹关系啦吼，拍歹关系，歹斗阵这部分，Biden 讲伊嘛修补着啥？美国和民国的这个关系等等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落任的 Trump 是和平来离开白宫，虽然伊无来参加 Biden 的这个就职典礼，家己主办个别演说吼。咱嘛讲吼，伊这个 Trump 落任了后，伫白宫吼这个 Wrestler Desk 留一张批，Biden 讲啥？ 这张批哦是非常认罪的批，咱等下嘛当好好来讨论吼。另外，全球拢咧关注，咱讲这个就职的这个典礼，各国嘛派这个代表团哦来去祝福，尤其有较关心咱台湾这个驻美代表有去也无去吼，进前嘛差甲真加滚吼。这回咱嘛看到讲萧美琴。 顶礼拜就收到啥就职典礼，咱讲国会联合会邀请来去出席啦吼。过去拢是啥？拢是透过参议员、众议员去摕到这个邀请函。咱嘛讲吼，这是咱讲长久以来美国1979年改承认中共是中国的这个代表权吼。头一摆42年了后头一摆摕到了吼。 是不是？咱讲拜登政府上台了后，咱讲台美关系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啦吼。所以真正是会当讲是一个大进展，一个。咱嘛看来讲，萧美琴讲啥？民主是一个共同的这个语言哈 ，democracy is a common language。佫讲啥？自由是共同的目标。希望吼，这个后一任就是拜登政府要甲伊这团队做伙来拍拼，争取到共同的价值甲利益。另外，嘛要关心到这蔡总统，第一时间嘛伫 Twitter 头顶吼发文来讲啥？伊讲吼。 My congratulations to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 on your inauguration 哈，伫你的这个就职内底哈，祝福咱讲总统甲副总统 ，We wish you and your administration every success 哈，逐一步拢是成功的每一步啦吼，所以嘛讲到台湾随时徛做伙吼，含领共同作为咱讲全球良善的力量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全球伫咧祝福咱这回萧美琴会当来去就职典礼这个现场嘛，甲过去无共款，这代表什么意义？咱今日做伙来对话。 现在邀请咱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郑志东教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台经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大家安安。是啦，咱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场演说甲过去拢无共款吼，就职这个部分，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咱看过去吼，这个国会头前也是讲吼，典礼头前吼，拢是客人，这回改做是咱讲吼是美国这个国旗啊吼，嘛代表讲吼，这个全美的这个人拢伫咧现场这款感觉吼，尤其咱要来关注的是拜登伫咧这个就职演说讲什么，先做来听。 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you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Thank President. you. 拜登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演说的重点放伫团结。Uniting to fight the foes we face: anger, resentment, and hatred, extremism, lawlessness, violence, disease, joblessness, and hopelessness. With unity, we can do great things, important things. Every disagreement doesn't have to be a cause for total war. And we must reject the culture in which facts themselves are manipulated and even manufactured. 这届就职典礼伫防疫也佮有国会暴力事件等等的考虑之下，人数控管，而且保持社交距离。 附近的地区部署25000个国民兵，国会广场甲56趴电火点火道，代表美国50个州、华盛顿特区，也佮有美国5个海外领土，嘛插要20万支的旗仔，象征袂当亲身参加就职典礼各地民众。拜登伫演说当中，特别讲到美国头一个非洲的南亚的女性副总统贺锦丽。At another inaugural,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tried to block brave women marching for the right to vote. And today,
we mark the swearing in of the first woman in American history elected to national office,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Don't tell me things can't change. 美国有名的歌手 Lady Gaga 献唱国歌，在拜登夫人的推荐之下，原本甲拜登同款有大志，22岁非裔女诗人高尔曼在就职典礼顶悬，拢托替拜登创作的诗。The loss we carry a sea we must wade. We've braved the belly of the beast. 拜登宣誓了后，甲副总统贺锦丽去阿灵顿国家公墓，向阵亡的将士献花口来致意。前总统奥巴马、小布希、瓜林顿嘛拢有做伙去。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其实拜登佫讲到吼 ，democracy prevails 吼，即个咱讲民主胜利吼。虽然过去咱看到即个国会头前有即个抗议的即个情绪，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伫咧即个就职典礼，咱嘛看到讲就职典礼会当顺利来去进行吼。啊，补充来介绍咱第三位来宾是咱前外交官老书记 Jerry 你好。Hello， 是啦吼。啊，咱来看到讲吼，其实即个拜登即个就职典礼，大家都讲吼，我昨看即个 CNN 吼，即个 Trump 还未离开白宫进前吼 ，CNN 落的即个标题上，即个 Trump 是 in disgrace 吼，要 leave the White House 啦吼，真正是真无水气吼，要来离开啦吼。但是咱看更较水气的是啥？是即个拜登吼，伊先呼吁着讲吼，即个咱讲美国都要团结啦吼。啊，伊讲团结有啥物措施，有啥物办法？伊安怎讲吼？伊讲美国即一天是民主的一天啦吼。啊，另外来讲吼，民主真正有影珍贵，民主嘛是 fragile， 是真正吼脆弱的。另外吼，短几工，咱讲吼有即个国会吼有人去遐抗议，但是吼，伊嘛看到讲一个即个庄严即个所在，伫吼和平移转吼，展现咱即个权利会当吼，这是美国200外来200外当来即个一个传统伫啦吼。另外伊要啥？要重建着即个。中产阶级吼，啊提供着全面健保，啊兑现着即个族群的即个正义，互美国搁一届真做是咱讲世界主要良善的即个力量啦吼。另外，伊嘛要修补甲即个民国的即个关系，甲世界过来往来吼，这嘛是一个吼考验的即个时刻，对民主也好，对真相的即个攻击吼，也搁有咱讲即个病毒啦吼，严重的即个系统性。族群的这个歧视，啊，个危机的这个气候啦吼，所以美国伫遮拢会进一步吼，甲全世界吼有一个新的一个对话，新的一个局面的开始啦吼。所以咱先请教钟教授啦，你安怎看吼？伊这个演说有人讲啊，这个是旧的美国佫开始啊吼。伊这个演说内容无啥物新意，但是伊伫咧这个艰难的这个时刻透露啥物这个信息无？我想啊吼，你若看伊的这演说啊吼，咱就会使知影吼，其实伊。规篇的迄演说咯，其实就2个字啦，团结。哦。因为即届选举，你知影，大家拢知影，拢拼到是足厉害的啦吼。上尾啊，个闯入国会安尼。是。毋过，所以讲，即届选举啊，我想是百万年以来啊，吼，即上都一个结果，像迄总统。下任的总统嘛，无讲去参加这旧节这100万年来个头一届头一届是啊，所以你就会使看到，即届因的这个，就是讲迄国内的分裂啊，有偌严重啊，所以讲你即摆看伊的规篇的这个演说啊，吼，其实我个人是安尼看啦，迄真好的文章啦，吼，啊，毋过啊，吼。哪像咧对迄共和党的人讲尔，对共和党来讲，对，伊讲要团结，团结是，你看伊规篇拢是安尼讲。OK， 其实无啥物牛肉伫内底啦。啊，所以有人讲吼，这咱若是讲啊吼，理性与感性，吼，这个感性几乎全篇拢是感性啦，吼，无看理性是较看无啦。OK， 我甲研究啊，吼，看伊的这内文啊，吼，其实伊即届这个咱若讲伊的演说，迄是讲伊伫伊的年内伊要做啥？其实即马来看吼，有5件代志。一个就是当然就是疫情，病毒武汉肺炎的疫情。伊头一个签的嘛是疫情，对，迄就是疫情。第二个就是国内即款的经济不平等的状况，贫富不均的状况。是。第三个就是种族，吼，伊就讲种族对立啊、白人主义啊，就是安怎。第四个就是气候变迁，吼，伊嘛讲伊要搁等于
的气候协议，按上尾一个，伊就讲要美国伫全世界的角色，搁要起来。其實就講這5點爾，按這5點是咧上尾啊，輕輕帶過爾。你若看規篇，真正是咧做文章爾。我講較無啥物牛肉在內底，毋過咱會使看到吼，其實伊講這團結再團結，就是其實伊上年以後啊，咱會使預測啦吼，上重要的伊是對國內的問題，國內的政治。甲經濟的問題，這是上重要。國內先關心好勢啦，吼。對，團結是政治，即個選了，大家攏去配面嘛。是。安怎過來團結起來？這是伊即馬，伊即個演說裡面上重要一件代誌。所以政治，當然一個經濟嘛是上大嘅一個兩點啦，吼。規個來講，就是講國內問題比國外問題更較重要。即我是講這。伊嘅這個 priority 已經看會清楚啦吼。啊，其實咱們要帶觀眾朋友過來看講吼，落任嘅這 Trump 其實無去參加咱講拜登嘅這個就職典禮啦吼。伊主辦這個個別演說吼，伊講到啥物吼，咱先做來聽。調過伊無出席總統拜登嘅就職典禮，下任美國總統川普選佇典禮迄天頭早離開白宮，飛往馬里蘭州嘅安德魯斯聯合基地舉行離任儀式。And now the stock market is actually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it was at its higher point prior to the pandemic. 個別演說講到家己任內政績大大減稅，增加工作機會。川普也閣強調，美國經濟是以前所無嘅好。不過，攏無講到拜登嘅名，只用新政府3個字取代。I wish the new administration great luck and great success. I think they'll have great success. They have the foundation to do something really spectacular. 這是川普最後一擺以國家元首嘅身份坐空軍1號享受國家禮物，這也讓伊變成美國史上第4位，也是150多年來頭一位拒絕參加繼任者就職典禮嘅總統。飛行機降落伫佛羅里達州，川普登到大個所在海鷗莊園俱樂部，真濟川普嘅支持者早就佇路邊守候，nghe到競選機啊、美國國旗大聲發，車隊調過伊放慢速度，讓川普會當甲支持者拍招呼。川普離開北京，卻落了真濟麻煩嘅代誌，新冠肺炎佇美國造成40萬人死亡，即馬閣傳出各州疫苗庫存不足，甲川普也在任嘅時陣，政府提供嘅數據有出入。恐驚和疫苗供應出現混亂。So just a goodbye. We love you. We will be back in some form. 另外，喺演說嘅最後，川普閣無袂記哩話中有話，暗示政治生涯可能還未結束。因過刷落來，川普面臨參議院嘅審判，若講通過彈劾2024年美國爬起來，可能希望就真細咯。公司新聞王碧文編譯。先看到講，Trump 講到伊家己這個成就，佮講未來會用另外一種某種形式吼，佮轉來講來這個美國嘅這個政壇啦吼。啊，其實咱嘛看到講，伊嘅這個演說內容嘛，一寡這個重點吼，先帶觀眾朋友做為來了解啦吼。咱看到講吼，伊講吼，這個吼國會這個暴力事件吼，絕對袂當吞忍啦吼。啊嘛強調家己是這個美國啊10幾冬來吼，攏無法定這個戰爭嘅這個總統。另外來20分鐘內攏無講到吼，這個拜登啦吼，伊敢若用新政府後任政府來去代替嘛，講吼。伊會予伊上大嘅即個祝福啦吼，另外無繼續來去指控到講即個選舉是做騙吼，伊講吼啊，咱就愛比過去攏閣較團結吼嘛，共同來去有共同嘅即個價值觀啊，跨黨派吼來即個之間嘅即個仇恨吼、怨仇吼，攏甲吼負去啦吼，所以另外嘛講吼啊，伊家己建立是史上上偉大嘅即個政治運動吼，除了中東關係正常化，啊，成功演決到即個預防社嘛成立着太空軍吼，啊，甲咱講即個聯合民國來去共同對抗中國啦吼。啊，雖然講吼，雖然交出着咱講總統嘅即個權利，但是Trump 要互大家知影，因發起運動才剛開始爾啦吼。其實咱嘛看到講吼，過去真正若莫有即個武漢肺炎 ，Trump 伊嘛講過，伊嘅即個成績。經濟這張成績單是有夠好嘅好啦吼，咱繼續閣請教這個主任啦吼，伊這個成績這張單啦吼，咱真正莫有武漢肺炎，可能閣較爬起哩吼，但是這回就因為安尼來落選啦吼，啊尾手嘛講吼，伊這個政治運動才開始爾，這是啥物意思？好，委員我甲伊講吼，以經濟學家來看的話吼，就是咱
过去的经济吼，一定有一个起落，吼。但是咧，川普的这个任期来看的话，你来看，就伊就任开始吼，伊的经济就一直行起，一直行起，无迄个顿落来吼。因为照你讲吼，武汉肺炎来的时阵吼，全球的经济拢萎缩，美国的经济照你讲，迄落了真紧啦，叫了真紧。但是有一个足无共款的所在吼，你看美国股票变叫吼，伊一声就搁较悬点，吼，所以伊应该是讲吼，川普伊的这个政务官吼，因做了真用心啦，吼，真用心，因为美国的经济你大部分你讲大家拢爱回去厝的，你上班嘛吼，但是伊一定要用一个方法甲维持，所以伊就看讲伊吼真大量的吼，真大量来补贴吼，补贴这个失业的人啦吼，也是无上班的人嘛。所以伊咧川普你下台吼，你下任进前吼，伊阁有签一张讲吼，因为迄时拜登讲要讲一个人要发600块嘛，伊讲袂使600块袂活字啦，伊讲爱加2000块嘛。吼，所以你看川普其实伊对美国人民嘛，真正有影有好啦。OK。咱啊讲人来讲吼，其实吼，你讲川普伊即马所发动的一个运动吼，你会使甲观察，吼，就是讲因美国吼有一个传统吼，因为我伫美国读册的时阵，就是讲吼，做票即件代志吼，美国是安尼，美国是迄个应邀制，所以你考试的时阵吼，无迄个啥物干考官啦，吼，老师袂当遐看，就你家己去写吼，然后你有时啊，去 open book 吼，你找题来甲照现，你答案写会出来。所以你美国的这个社会，伊的制度就讲吼，你作票无互掠着吼，你就无算作票啦吼。你若掠着，你啊吼证据吼确凿吼，证据确凿啦吼，证据确凿，互掠着，你才有算讲吼。你若用作票去互掠着，你就一世人无法度翻身。所以我是讲吼。因为川普后来吼，伊足无福气的是安怎？伊摕7600万票呢？奥巴马选赢的时阵才6000多万票，吼，哪有可能伊吼7600万票搁选输 ？OK， 所以伊即口气就吞袂落去咋？所以吼，伊一定讲这绝对内底有问题啦，有问题啦。伊另外就是讲吼，伊是本身伊是迄个商业界出来，吼，伊无经过吼。经过像拜登安尼，伊是为地方啊，一直选去，选甲参议员，参议员当代表，去哩做副总统、做总统，伊毋是，伊是上任直接跳入来，所以其实伊对美国的咱讲建制派这个运作其实拜登迄个川普较无遐了解啦，所以我是感觉讲伊即马就塑造伊这家己支持的这民众，想啊美国会安怎去杜绝这外国来影响美国大选的这实力。OK， 有影啦吼，所以咱嘛讲到抑佫有这个一口气 Trump 这个吞袂落去啦吼，所以未来伊嘛讲用另外一种形式再佫倒来，但是伊即回啦吼，有人讲伫咧进前这个 Resolute Desk 吼。伫这个有人要讲，这个 Trump 吼未留一张批，但是买手伊嘛是搁留来吼，这留来嘛另外一种意义吼。虽然伊无去就职典礼，但是这张批会当互后一任政府拜登安怎去看？这个拜登嘛讲，伊是一张这个真人事的批啦吼。这个 Jerry 你安怎看咧？伊是讲做大方的批啦，做大方 generous 的批啦，讲吼。但是这批写啥，阮是无法度去看的。但是你会当去感受着讲，川普伫最后即个 moment 呢，伊其实有家己的即个姿态放啊准软啦。伊虽然讲，咱拄仔看着讲，伊伫即个告别演说内底，伊无讲着拜登这两个字吼，这一个字啦吼。但是伊有留一条批伫迄个。照这个过去美国总统这个惯例吼，留一条批伫这个桌仔顶，互拜登看。所以我感觉讲，基本上的风度吼嘛，毋是讲完全无啦。咱讲正经话啊，拜登伊嘛讲，伊这个批伊甲看内容是写个足大方哦，足 generous 安尼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安尼啦。川普伊讲吼。
未来伊会安怎做，伊后一步要安怎做，伊有预留伏笔嘛。啊，有大家就伫咧摇啊，讲是毋是伊会另外个用一个动是一个代志。OK， 伊是毋是另外去某一间公司来用伊的 Twitter， 用变掉嘛，叫禁止啊。即个社群媒体，我今仔知影吼，嘛感觉就感伤，因为吼我。手机有跳一个晒出来，就讲吼，这个川普的白宫已经被收藏了。OK， 讲吼 ，Trump White House archived， 吼，900多万人按赞。OK， 讲这个网页吼，已经去被收藏起来啊，以后就无这个啊。是。啊，你即摆若去看名册吼，这个有一个新的 White House 的粉专。是为着这个 Joe Biden 这个政府重新再设立啊，所以你会当可以感觉讲，真正是这个川普的讲时代的眼泪，川普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啊吼。啊，但是4年后伊敢会阁倒转来，我唔知。但是我感觉讲吼，这个最后这2天吼，川普是有家己这个身段吼。有放较软啊，一个有一个新闻讲，要去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嘛，讲爱国者党嘛，吼 ，Patriot， 啊 ，Patriot 是有符合伊过去的诉求，嘛，讲咧美国爱美国呢。其实你去看川普昨这个告别演说内容吼，其实讲是真好哦。其实我个人是感觉讲，你看Joe Biden伊的演说吼。就差不多讲一个理，讲爱团结啦，其他拢无。其他拢无。你看迄个川普伊昨天演说，我感觉是还蛮令人，我感觉有足感动的啦。我讲伊的这咱做老师嘛有讲的嘛，有等候伊的吼，这过来清班吼，这吼嘛无一定讲。4年后吼，佫倒来。是，所以咱嘛讲到吼，这个 Trump 吼，其实对着这个美国国内来讲吼，其实有当时啊，伊咧做的这个部分吼，实践的部分，美国人也是看会到的啦。所以伫咧演说的头顶吼，则一项佫讲一摆，互这个美国人来听吼。啊，另外咱嘛来关心讲吼，对台湾的部分吼 ，Trump 即阵吼，咱讲已经过去啊吼。Trump 过去所做所为对台湾好的这个部分，这个拜登是毋是会当来继续？然后咱来看讲，搁一届来回顾，2017年吼开始吼对台湾第一摆吼，这个 Trump 引来这个军售案吼，14.2美金吼，啊，伊的任内当中11摆吼，啊金额是来到180亿美金。咱们看来讲，2019年4月15号的时阵吼，迄当阵吼美国将这个众议院议长吼 Ryan 吼出访来台啦吼。是咱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这个时阵吼，另外2019年5月7日的时阵，迄当阵佫有台湾保证法吼，是要提升咱讲防卫能力，强化交流、军事常态化吼、正常化。另外，这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甲改名或者是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吼，这过去咱伫节目顶嘛有甲乡亲好朋友讲过啦吼。另外，咱看到讲美国伫咧咱讲吼，甲台湾一寡好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蔡总统。友邦吼来去过境的时阵，会当去到咱的这个出口吼，嘛是讲吼，这个是咱交流的这个正常化的头一步啦吼，嘛甲这个众议院议长吼 Pelosi 去做一寡电话这个访谈伫咧。另外，咱们看到讲19年9月17吼，这个驻京 Clark 吼来到台湾来访嘛，代表讲美国政府要来出席到这个李前总统的这个告别典礼啦吼。另外嘛去看到这个蔡总统。另外2020年8月初9吼，美国卫生这个。部长啦吼，阿 Zar 吼来到台湾啦吼，啊嘛是一个新的这个里程碑。咱嘛看到讲2020年12月21啦吼，美国总统 Trump 佮签上台湾保证法啦吼，所以咱看到讲，伫咧这个部分吼，台湾保证法已经签落去。另外，2021年1月初9。这个部分咱之前嘛讨论过，就是美国国务院本地有一寡这个内规啦吼，咱嘛看到讲会当解除掉台美交往的这个限制，咱讲联系这个准则。另外吼，咱嘛看到讲 Calcraft 甲这个咱台湾吼，这个总统吼蔡英文去做一个视讯的这个访问吼，这是 Trump 任内所做的。啊，嘛咧讨论讲到底吼，咱的这个Trump。甲这个拜登吼，小连续对台湾的政策是毋是会延续啦吼？咱嘛看到讲吼 ，Trump 这个落任了后，拜登一起来就签17项咱讲行政命令啦吼，到底这是有包含着台湾，其实各位来去观察吼。但是佫先请教这个陈教授啦吼，咱安尼看吼，这个咱过去嘛有讨论讲拜登起来是毋是甲咱呼呼掉？但是有一个观察的点，就是萧美琴吼，咱等下嘛看萧美琴伫咧这个就职典礼伊讲啥，但是你先初步简单来去说明讲。
就这个观察的点，伊代表什么意义？当然啦，这个小美琴会使参加正式被邀请，参加迄个就职典礼，就职典礼啊，这当然嘛，这是一个突破，这一个最重要的讯号啦，吼。啊，不过我想讲，我是较无遐乐观啦，哦，因为咱若看。伊个准国务卿布林肯，伊讲头拄啊，主持人有介绍着讲，蓬佩奥取消那个有关台美的咧交往的迄限制，准则。是。你看布林肯安怎讲？伊讲伊会认真研究。伊讲维持美国甲中国的这个上大利益啦，吼。伊讲会认真研究，什么叫认真研究？ OK。还是讲无讲定啦，伊会好好啊来看。OK。所以讲这是安怎看？即马到底因即马是讲，当然像对因的国防部长到布林肯拢讲啊，中国即马是美国上重要，毋是上重要，上威胁上大一个国家。是。毋过伊嘛讲啊。合作最重要的啊，而且有一件吼，我想讲观众朋友爱注意。拜登啊，吼，伊绝对是要做一个甲川普无共的物件。OK。虽然讲川普，你看川普伫伊个离职演说的时阵，伊讲啊，伊对中国的这款的吼，这款这是伊上好，这嘛是。学界大家拢同意的代志，所以你讲拜登会讲真正 follow up， 伊讲伊这个抗中的政策，这是安怎？我值得咱都要来看，爱观察，按观察重点就是就对甲咱台湾关系来看。当然，中国甲美国真侪这摩擦竞争在内底为。贸易战，南海是科技战，人权，毋是讲即马迄伊个国务卿讲新疆诶物件迄种族灭绝啊，像这是足严重的控诉呢。照国际法来讲，这爱送到国际法院判处。伊即马是讲甲话是讲甲呢，毋过对咱台湾来讲，咱登过咱台湾来讲，所以讲。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啊，咱台湾政府一直是讲要甲美国美台的关系，甲美中的关系啊，迄是两条上好莫架做伙。毋过其实啊，这无法度。台湾的关系啊，吼是甲美中的关系是被美中的关系所影响。咱会使来看历史就是安尼。是。当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好的时阵，咱台湾。都迄个人看无当美国甲中国的关系起歹的时阵，咱台湾的角色独起来。OK， 这都是一个事实。所以讲上尾啊，咱若要看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咱爱看台湾甲中国的关系是安怎。台湾毋是歹势，是美国甲中国的关系是安怎。毋过这边问题即马是到美国甲中国的关系，毋是咱台湾。会使讲影响足大。OK， 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美中台吼，还是台美中吼，这款这个关系啦吼，未来安怎进展吼，其实嘛是吼，大家拢爱去豆豆来去观察啦吼。啊，先要搁带大家来看讲吼，萧美琴参与着吼，咱讲就职典礼吼，这代表是啥物款的意义？伊搁伫就职典礼讲啥？先做来听。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at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挂有国旗图形的翠安，驻美代表萧美琴代表政府参加美国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专讲录影片表达诚心的祝贺。这嘛是从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台湾头一届受到美国官方正式的邀请。这次基于这个防疫考量，它本来都已经是大幅缩小整个这个防疫的这个规模哦。
所以对我们这个驻美代表处，他可以这样正式的收到这个筹备委员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邀请函哦，然后进入到里面跟其他宾客一样出席哦，我们很感谢。因为英国台湾驻美代表处拢是透过国会议员摕到门票，即届是筹备委员会正式受到邀请，而且比较国会议员甲外交使节团会当带一个人做伙参加。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启嘛伫咧推特铺文证实，即届是筹委会建议拜登行政团队邀请出席，有正面的意义。其实驻美代表处一礼拜前就收到邀请，不过态度一直真低调，嘛引起无收到邀请甲台美关系变坏的质疑。外交部嘛出来驳回。没有要打脸任何人哦，主要是我们的确是之前已经接到了，那没有说出来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在外交上，通常我们都会等到事实发生了以后，我们才会进一步的一个证实。我们要感谢第一线所有的外交人员的努力。至于那些唱衰台湾以及唱衰台美关系的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适可而止。总统蔡英文嘛伫咧推特发文祝贺。总统府表示，期待台美关系会当伫个好的基础顶悬，互两国的人民幸福，也有增加友谊，持续深化合作同伴的关系，嘛共同维护区域的民主自由、和平稳定甲繁荣发展，对两国也有国际社会贡献良善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甲过去拢无共款吼，咱看到萧美琴这回吼是受到这个正式的这个邀请函，咱看到过去有做一个经历啦吼，伫咧这个 Jimmy Carter 这个时代吼，咱迄当阵的总统吼，咱派出的这个大使是新剑锋大使啦，迄当阵咱也有这个正式邦交关系，但是自这个咱讲断交以后吼，这个 Reagan 还是讲这个老布什吼 Clinton 甲这个小布希啦吼，过来就是这个奥巴马这个时代吼，咱看的这个部分，咱共款看到。这当阵已经不是大使，是代表了吼。迄当阵咱讲吼迄当阵摕到的是透过国会议员或者是助理啦吼，无就是咱讲有一个咱这个代表团去啦吼，这个丁务时代表，是丁务时代表，另外咱看到讲丁建仁代表、王建成代表、高锡泰代表吼，这回咱讲无共款的是拜登1月20日这个就职典礼，萧美琴吼是咱1979年头一摆吼，由就职典礼国会联合委员会用到外交使节团的这个身份来邀请台湾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头拄虽然讲到吼，这个教授所看无遐尔乐观，但是伊代表什么意义？咱个请教主任啦吼，这对台湾的这个交往咱嘛看到讲萧美琴其实甲这个Antony Blinken 嘛有真大的这个关系啦吼，等等的，你安尼去看咧？是，我是感觉吼，其实咱台湾甲美国的这个外交吼，你交往的这吼，有一个敢若要甲正常化这个吼，这个行动啦。虽然咱过去来讲吼，因为就是中国一直咧抗议嘛吼，适合互迄个美国的政府，所以伊就无啥方便来邀请咱的大使啦。吼，其实咱家己叫这外交官员拢叫大使，嘛是大使啦，咱家己叫。但是伊在伊国家内底，伊嘛是甲你叫 ambassador， 甲你叫大使啦。吼，所以是无讲较无礼貌啦。但是咱又讲吼，咱莫去惹着阿强啊嘛，吼对毋对？所以我是安尼看啦吼。其实过去来讲，咱台湾对美国的交往吼，以前吼，拢是国民党甲共和党较好哦。以前是安尼哦。所以早期迄时阵，民进党拄啊起来时阵吼，会去斗相共吼，这国外乌名单的这转来的吼，遐议员拢是民主党的哦。你也安尼观察，所以照你讲 long term 来讲的话，照你讲是民进党爱甲民主党啊吼。所以就讲，因为吼拄啊川普起来的时阵，敲一个电话吼，蔡总统，这硬气你知影？硬气就讲，阮民进党以前拢无啥甲共和党有计较，那有啥？其实吼。咱你足侪商学内底吼，其实咱袂使讲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因为你美国的国会里面吼有一个叫台湾 Caucus， 吼，就是优待的这议员的联盟啦，吼咱台湾这吼杀了足认真的，所以因足侪迄个参议员吼、众议员这拢是足挺台湾的，吼，所以咱即马讲拜登起来，其实吼。
民进党这外交人员吼内底，其实有真济吼，伊咧迄时阵你川普执政的时阵，因嘛是有甲民主党的这人有咧交往嘛，吼，所以才无可能讲起来落使面色互咱看，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吼。未来来讲的话，其实我是看讲吼，布林肯伊咧讲的这吼，伊是讲吼 ，I will seriously think about it。我认真想看卖啦吼，因为伊拄啊起来。一个国务卿吼，伊对美国来讲哈，伊的责任是讲安怎平衡吼，平衡个国际这势力啦。OK。吼，所以伊嘛唔敢讲一起来，我就要去抓阿强啊。吼，伊嘛是看情形。但是我是讲吼，阿强啊吼，伊足聪明的啦。OK。吼，因为伊即马先无去较民主党这官员吼，起来这官员，伊去较啥？较民主党的金主啦。OK。吼，因为过去共和党川普伊就家己就是家己的金主啊。吼，你阿强你来要找人优选拢无法度，因为找无伊的金主一项。OK。但是咧，民主党伊拢是在募款来的，吼，所以伊后壁拢有金主。是。所以伊去找啥？找 Starbucks 的迄个 CEO 嘛，迄个 Schultz 嘛。是。吼，因为 Schultz 伊足讨厌共和党，足讨厌川普。好，所以其实我是感觉因吼，因为中共已经开始咧游说，游说美国的这个政治。嘿，我从重点来讲吼，因可能想要吼去甲迄个美国的贸易战吼，甲迄个 impact 吼，迄影响吼。降低，就是讲这个以上吼来逼政的这款感觉低啦。因足厉害，迄个手段啦。OK， 咱个讲倒来，咱讲吼，这个萧美琴这个部分吼，引起着国内吼，到底你有收到邀请函啊无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国内真侪这个在野党面对着这款这个议题吼，有人讲吼，哇，这个立委讲啥恁民进党就是啥物门都无啦吼。这阵咱看到萧美琴坐着。这个华语讲的，还是小叮当的这个任意门啦吼，咱继续请教 Jerry 啦吼，其实你嘛伫面前有去观察到讲，哇，真侪外交人员其实拢是暗中来去进行讲这个邀请函的部分，然后尤其真正若是中共知影可能萧美琴嘛袂当去啊，嘛无可能伫这个就职典礼有另外这个演说的这个空间吼，你安怎去看咧？主要有两个因素啦。第一点就是讲，你这个代志来讲，见光时吼。提早去曝光阿强是毋是会来主导，这是咱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嘛。但是这点是甲较早拢共款。但是第二点是安那是讲，今年美国这个总统要交接这个就职这个典礼，伊有一个美国国内这个因素，就是讲伊这个交接非常的无稳定，因为你看这个川普伊嘛是到这个最后一刻吼，才家己坐迄个直升机来离开嘛，佮办这个演说，所以讲。伊基本上跟这边吼，这个白宫内部这所有这要交接办这个就职这个典礼，所有这 SOP 较早拢无共款。好，这嘛是咱伫华府这驻美代表处所有这外交人员爱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讲吼，较早安尼4年前、8年前安怎做。这边可能唔是安尼做， OK， 好，所以有两个因素。第一点就是讲这个疫情的关系，第二点就是讲这个阿公会打，第三点就是讲这个川普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这边驻美代表处这个驻外同仁吼，把这个消息吼压到最后一刻，差不多是因为这是美东的时间透早9点吼。差不多到8点哇，这个新闻才出来哦，所以会当讲 last minute 才或者这个新闻才出来。我去看这个新闻哦，我看我的这个面册，有真侪我较早的同事嘛，伊嘛拢做兴奋的讲吼，把这个东西互伊去时间去完成啊。所以这边我坦白讲是有难度，嘛袂当去怪咱政府怪外交部讲，啥这个明明是喜事是好代志，要压到最后一刻，因为我感觉。真正是这边甲较早是有无共款的这个背景背景，所以伊有真侪这个考量啦。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对台湾这个关系深化到台美关系吼，这一步吼虽然来甲真晚吼，嘛是会当讲吼是一个新的一页啦吼。继续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除了台湾吼咧祝福以外，啥物人搁咧祝福？咱看到欧洲遮吼，其实嘛要深化到这个甲美国这个关系啦，先做来看。
After 4 long years, Europe has a friend in the White House. 拜登新政府上任，欧盟各国拢正欢喜。欧盟期待加北京制定对抗气候变迁、加新冠病毒疫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推文欢迎美国登来巴黎协定。英国首相强生也伫咧下议恭喜拜登。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m and with his new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working on our shared priorities, from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building back better from the pandemic, and strengthening our transatlantic security. 各国领袖拢恭喜拜登，甲替为总统川普关系正好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强调，甲拜登有几60年的交情，希望持续的扩大以色列甲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俄罗斯是希望保持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且欢迎美国延长条约。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НВ-3 ситуац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а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лагерь,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Байдена внесут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в Конгрес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 продлении договора СНВ-3. Мы готовы у себя выполнить, есл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те же ра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дуры, несмотря на крайне небольшое время. 和川普政府发动无预警的中国，除了透过外交部记者会呼吁美国和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转到正途，也伫外交部官网宣布，对拄则退任的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位川普政府高官实施制裁。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些年，蓬佩奥散布的各种谎言和流毒，必将随着他本人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蓬佩奥之流也必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和清算。中国外交部伫咧声明中强调，这寡人甲因的家属会被禁止入境中国甲港澳，甲因有关联的企业抑有机构也被禁止甲中国交往做生意。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 现在头都有看到讲吼，咱这个 Trump 一落任啦吼，中国的这个实施着新的制裁，包含着咱看到过去的这个国务院、国务卿啦吼，蓬佩奥在内有28个拢受到这个部分的这个压迫，袂当去中国也好，袂当去香港也好，这个澳门也好，甚至咧，咱讲吼，这个互制裁这个人袂当甲中国哈是讲吼相关的这个企业有往来吼，袂当甲因做生意啦吼，啊，这嘛是代表一个新的这个部分啦吼。头拄咱嘛来看到讲吼，这个拜登上任吼，虽签着这17项这个行政命令吼，包含停止着退出 WHO， 啊未来100天就要挂喙炎等等这部分吼，啊嘛要设立讲 COVID-19 吼，因为伊签的这个第一份的这个吼，就是讲吼爱真正啊，甲这个武汉肺炎控制好势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环境部分，咱头拄嘛看到欧洲的部分吼，啊颠翻着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啦吼，啊暂时停止野生动物区的这个照游的这个部分，另外这个族群的这个部分吼，停止着美国甲 Mexico。 边境的这个围墙啊啦吼，另外嘛要撤销掉这个 Muslim 吼国家人民吼禁止入境的这个入境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这个保护甲扎卡吼当然吼来到遮吼，毋免搁甲驱离等等的，所以拜登讲无时间搁再等吼，啊嘛要及时来去做工课啦吼。啊，另外咱搁先请教这个郑教授啦，咱虽然讲有这17项行政命令，另外咧咱嘛讲着吼，其实甲欧洲的这个部分爱修复关系啦吼，因修复关系上主要是啥物咧？ 我想就一个信任的问题。OK， 因为你头拄看迄欧洲的议会咧讲，4年啊，阮国有 finally 我们又有好的朋友回来了。哦，拜登好朋友回来了。对吧？这是什么意思？对，川普的歹朋友嘛，歹斗阵嘛。OK， 对不讲？啊，所以讲你会使看，特别是欧洲吼，对拜登啊吼有足悬的。 期待底下 ，OK， 按当然，这期待是对，因为像拜登回来，伊就讲伊要在国际上，伊就要行甲伊朋友较做伙，同盟同伴关系。是讲哦，我一个人美国优先还是安怎吼？所以讲，即马迄外国对于当然，特别是欧洲啊，吼，对于讲有足悬的期待啦。是。啊，不过即马关键吼，咱即马若看双边关系，迄无共，你爱规个。 全世界来看，即马全世界主要是美国、中国，吼，这一寡大国，伊之间的关系是安怎？啊，你爱为这些关系来看的时阵，你过来看特别的双边的关系，这样安尼才会准。特别是拜登起来，伊特别强调要甲中国除了竞争之外，要合作。
当然，伊要合作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关键。OK， 咱嘛继续来看讲吼，其实伫要落任的这个 Trump 政府进程吼，咱讲吼本地要来台湾的这个 Kelly Craft， 因为政权交接无法度来台湾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伊特别去录影片吼，要挺咱台湾吼，伊讲伊的这个任务爱甲台湾人民发声吼，才会完成吼，先做来听。As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I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permitting all relevant voices to be heard on the global stage. We certainly don't always appreciate those voices or agree with the views expressed, but we do not seek to exclude, silence, or suppress. Unfortunately, Taiwan has been the target of such effort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 believe the time is right for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to stand as one in opposition to efforts to exclude and isolate Taiwan. Allow me to speak with absolute clarity on this matter. Taiwan's exclusion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meetings where their experience and accomplishments would be valuable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It is long past time that UN member states, all UN member states, to recognize both the many benefits of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nd the damage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one by its continued exclusion. The U.S. position on this matter enjoys universal bipartisan support, and so, even as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ing for a transition, I can speak with great confidence that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strengthen. I have had the distinct pleasure of meeting with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s in New York. We have discussed their very reasonable desire to have a voice in relevant UN venues, and I could not be more supportive. In fact, it is astonishing to me that the global UN membership would continue to tolerate Taiwan's exclusion from significant participation in the UN's work,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aiwan's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world pays a high cost for Taiwan's continued exclusion from international venues, and global health is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Even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Taiwan was demonstrating indisputable global leadership on health matters, including financial and material support for the response to Ebola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and medical cooperation projects across the Pacific reg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cefully for an appropriate role for Taiwan on the global stage. We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our rich relationship,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to share its expertise on a host of issues, including good governance, entrepreneurship, women's empowerment, cybersecurity, exchange programs, and more. As my service comes to a close, my mission will not be complete until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a voi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ank you. 现在听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吼 Kelly Craft 吼讲到这句话啦吼，真正吼使人感动吼。但是咱讲真正新的这个提名，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拜登提名吼，未来是不是会帮助台湾入去联合国嘛？是在观察吼。主任你怎看呢？咱这个 UN for 台湾吼，咱已经杀过20年啊嘛，吼啊变啊迄时阵开始，咱就咧杀 UN for 台湾。啊，咱过去其实你迄个纽约迄边吼，其实拢甲你外围啦吼，外围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咱即马吼有真正的突破啦，有真正突破。因为你看，咱拄仔听迄个 Craft 大使吼，讲遐足感动咧，伊都已经要落台，因那就爱做遮济工课，啊，过去伊嘛是去互中共甲伊列咧讲乌名单嘛，乌名单嘛，吼，甚至迄个保腾嘛去互列咧乌名单嘛，但保腾伊甲讲，我足荣耀互中共甲我列乌名单，吼，欢迎你来甲我列乌名单。这表示啥？世界上有真济吼，知影这真理的人，吼，咱因遮的人甲咱台湾是分享全人类社会的即个共同的共同的价值观，吼，就是人类爱进步。吼，爱和平，
咱莫甲别人欺负，台湾你这个世界有一个一席之地，台湾 can help 嘛，对不对？所以拄啊，咱看凯利伊就讲了，内底真清楚嘛。其实你全世界你疫情才拖到遮严重来，咱台湾做了上好，之外咱搁要帮助别人。啊，因为为啥？因为就是讲你 WHO 恁中共你内底你甲操作，害咱台湾无法度讲用上紧的这个资讯，甲大家拢讲，甲咱的口罩，咱迄时阵开始的去年的时阵，咱口罩国家队资料咱家己用的嘛，做出来，互别人世界这个国家嘛，所以帮忙着啦。咱台湾是世界的一份子，是足重要一份子。咱的科技，咱的医疗。拢是全世界百姓上尖顶的，啊是安怎？这国际社会、国际组织，都要因为中共无要互咱参加，安尼是唔对的。所以我讲吼，这足令人钦佩，这美国的政务官，伊虽然下台啊，但是我相信讲未来伊一定会甲咱台湾保持良好的关系。啊，我是感觉讲吼。中共吼，你嘛唔免搭小摆无落屁股啦，小摆无落屁股啦，因为吼4年以后可能吼，若是讲咱讲拜登可能吼，伊办白脸嘛吼，互你小可较好过，但是4年以后可能会对中共吼更较严。第二阵嘛较严吼，所以咱看讲伊这个内阁内底吼，到底可能对抗中国的这个成分有偌悬吼？咱看到讲吼，中国真正是美国上大的挑战是伊这个 Antony Blinken 吼，国务卿来去讲吼，啊国家情报总监吼，伊讲啥？北京会看做是主要这个威胁吼。另外，国防部长讲吼，未来是这个上大的这个挑战。美国对中国吼永远有竞争的这个优势吼，但是这个差距吼已经来缩小吼。另外，因财政部长吼，也来年来讲吼，这个中国用着非法的补贴啊，倾销产品等遮啦吼，拢是侵害到这个美国企业啦吼。所以咱头段嘛一直咧讨论讲吼，这个中国吼，伫咧这个新的这个政府吼起来了后，就随甲制裁这个旧的这个政府，有影嘛无介好斗啦吼。28个人吼，头段咱讲 Kelly Craft 嘛伫咧内底啦吼，尤其吼，咱拄好去用 archive 的这个 Pompeo 啦吼，你安怎看咧 Jerry？无，我有一个建议哦，讲咱台湾政府哦，紧邀请这28个来台湾啦。是，欢喜是安尼吼。因组一个团来到台湾，因为台湾即摆足安全嘛，这是啊，中国讲因袂当过，咱台湾就请因过来安尼吼，这一定是一个好事啦。啊，这个新的这个国务卿吼，布林肯伊其实伫前2天伫参与伊这个听证会吼，听证会啊，伊有去访问着讲啊，你对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你看是安那？啊，伊有讲一句话，伊讲吼，虽然吼，川普有真侪代志，伊个人拢无做认同，但是川普个人对中国这个叫 tough、叫硬斗、这个叫强的、很强硬这个态度，伊个人是赞成的。好，所以你会当去感受到讲，其实这个国务卿的态度，这个新的这个国务卿其实。伊无一定讲，伊伫即个对中国即个态度会，互真侪台湾人会感觉足意外，因为伫台湾有真侪人拢会去想讲，伊是毋是会较轻松？即个民主党拜登是毋是较轻松？但是你若是为即个伫参与即个听证会吼，你去甲听，伊其实伊即个方向、伊个态度，其实甲川普甲庞培奥差无偌济呢，是啊，搁有人去甲问着讲，啊，你对台湾去参与即个国际组织，你看是安那？伊就讲，若是有一寡国际组织吼，毋是以国家来做会员即个为条件吼，伊支持台湾来参加。啊，有人都甲问讲，啊，若是有一寡组织，伊是一定要以国家为条件咧，伊就回答讲吼。一定有一寡方式会当互台湾来参与。啊，搁去问着讲，啊，即个你做国务卿吼，头一个月吼，你要做啥物代志？啊，结果伊第一件代志，伊就讲吼，伊会叫吼美国莫去进口吼，迄种吼，伫新疆吼用那种这个强制劳工去做工人吼，去造成即个物件，讲美国袂当来进口，安尼，所以。每一点你看伊咧回答，你感觉奇怪，伊即个态度甲方向其实甲蓬佩奥其实差无偌济吼，啊，这对台湾来讲是好事。啊，当然讲即马吼，我无落去看讲到底伊未来会安怎做吼，但是
目前看起来，其实我感觉阮是毋免伤烦恼啦。啊，今年2021年嘛，咱讲这个拜登伫头一讲就签17项的这个行政命令哈，啊，有2件伊就讲吼，伊就让美国吼重新返回巴黎气候协定，第2件就是讲要重返世卫组织嘛，所以今年5月份伫日内瓦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咱就会当来看嘛。就讲 Kelly Craig 伊离开啊，吼，啊伊嘛会讲伊嘛讲美国应该支持台湾来参与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咱就看布林肯甲拜登伫今年5月份哈，伊要安怎来做这件代志。啊，第2件代志就是讲伫11月份的英国。格拉斯哥哈，这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FCCC 哈，今年11月哈，伫英国要开这个会。啊，既然拜登已经讲美国要重新加入气候协定，啊，台湾嘛希望讲会当来做贡献嘛，啊，是不是会当好来帮助美国会当来帮助台湾来参与今年11月伫英国这个 UNFCCC 第26届大会，所以。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跟11月份的 UNFCCC 是2个，我个人感觉观察的点啦，观察的点啊。是啦吼，所以咱嘛讲到，这个美国已经展开到新的一页，就是拜登吼这种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美中台吼，还是台美中这个关系会安怎变化吼，继续咱做回来观察啦吼。今日上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